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最詳盡嘅新馬資訊，帶你看盡世界馬壇，論盡馬圈天南地北。馬場 USB 節目主持人尤達勒勒。選び抜かれたサラブレッドが集い、栄冠をかけて競い合う G1 レース。3歳牝馬最初の G1 は桜花賞。名牝と呼ばれる未来を目指し、3歳牝馬が競馬の世界に春を呼ぶ。桜花賞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メジャーエンブレム。一番人気に応えて阪神ジュベナイルフィリーズを快勝。年明け初戦のクイーンカップでは5馬身差の圧勝と、その速さはますますレベルアップを見せている。2つ目の G1 タイトル獲得への期待は高まるばかり。トライアルのチューリップ賞からは新興勢力たちが名乗りを上げる。新ハライト。チューリップ賞を勝ってデビューから無傷の3連勝。レースを迎えるごとに磨きがかかる驚異の末脚が2側に舞う桜吹雪をさっそうと切り裂くか。ジュエラー。新山記念チューリップ賞と続けて2着。重賞タイトルこそないものの、その実力は証明済み。父のビクトワール・ピソに守護馬として最初の G1 をプレゼントするか。ラベンダーバレー。チューリップ賞3着。先行力と粘り強さを発揮して女王の座を掴み取りたい。リリースレビューの上位は個性を生かした競馬を見せた。ソルベイグ。内枠から好位置につけ、直線抜け出すセンス抜群の競馬で優勝。惜敗続きからこの勝利をきっかけに晴れ舞台の主役に躍り出る。アット・ザ・シーサイド。リリースレビューは猛然と追い込んで2着。距離があと200メートル伸びた外回りコースの桜花賞で一気の逆転劇を演出する。キャンディーバローズ。リリースレビューは逃げて3着。ファンタジーステークスは差し切り勝ち。自在の足で桜の女王を目指す。電光アルテミスステークスで差し切り勝ち。ここまで2歳女王メジャーエンブレムを任したのは彼女だけ。桜花賞の舞台でその体現へ期待を伺う。レッドアバンセ。リショーリ戦、そしてエルフィンステークスと鋭い差し足で優勝。チューリップ賞でも上位の馬と変わらぬ末脚を見せた。重賞に挑んだ経験を糧にしてライバルたちと渡り合う。桜の女王は強く、そして美しく。
嗱好啦，啱啱嗰場過場片咧就係咧嗱，知道日本咧由聽日開始咧就開始就跑翻嗰啲經典3歲系列啦。咁啊香港跑完打比啦，咁而家咧日本咧就開始咧就聽日就跑呢一場櫻花賞啦。咁就即係日本嘅1000堅尼1000堅尼啦。咁就呢一場賽事咧嗱，大家睇到咧早段咧阿李慕華嗰匹叫做 Major Emblem 即係我哋 Sunday Racing 嗰件衫嗰隻馬咧，就暫時就係1.4倍嘅頂頭大熱嚟嘅。咁冇辦法啦，因為呢隻馬本身舊年咧就係日本嘅2歲馬後啦。咁之後復出就啱啱喺嗰場咁嘅皇后杯神操撳住都贏成條街翻嚟，咁就當然行程看漲啦。咁就另外咧就其實咧呢場賽事頭先睇到。你睇到嗰堆馬裏面咧，都有幾隻都值得同大家講下啦。咁其中一匹咧就係即係阿朱紅先生嗰隻，唔係朱紅先生嗰隻，就係咧嗰個青山洋一先生啊，即係嗰隻叫做朱娜，即係嗰個珠寶商啊，即係呢個13號馬呢個珠寶商就係比薩聖區個女嚟嘅。咁呢隻馬咧之前嗰2場咧就喺嗰個 Cherry Cup 啊咁樣都跑第2，咁亦都走得好近。咁今次咧佢就呢隻馬就配上阿杜滿來啦，咁亦都係社台牧場嘅出品啦。咁呢隻馬就暫時嚟講咧就係次熱門嚟嘅喺嗰邊啊。咁另外啦就吉田照哉先生啦，即係佢名下嗰匹叫做 At the Seaside 啦，即係呢隻龜波王嘅女啦，咁亦都係啦。大家睇到佢之前嗰場 lead up 咧，其實都跑得都幾有走勢嘅。咁但係咧，即係始終佢未同呢隻 Major Emblem 碰過頭。咁但係咧就真係應該即係暫時喺嗰邊嚟講咧，就係呢3隻馬咧就叫做行程最睇得最高漲啦。咁另外我仲有一隻好想講嘅就係朱紅嗰隻啊，唔係就係 Mega Album 唯一嗰隻 Major Album 唯一輸嗰場馬嗰隻名將心信嘅仔啊，咁就係佢唯一就係喺嗰場阿提密斯咁，因為適逢嗰日我喺日本就係買呢隻嘅嗰隻 Major 嗰隻 Major Album 係啦，就係啱啱我就係買嗰場就係輸嗰場。咁呢隻嗰隻就叫做 Danco Angel 啊，我唔知中文譯咩，遲啲譯咗話俾大家聽啦。咁呢幾隻馬咧就即係都係排面啦。咁暫時即係咧嗱，頭先講翻個檔位啦，咁嗰隻 Major Emblem 咧佢就排5檔嘅。咁你啱啱提嗰隻 Danco Angel 咧就排7檔。咁啊吉田先生嗰隻 At the Seaside 咧就係排10檔。咁另外嗰隻 Jula 咧青山洋一先生嗰隻咧就排13檔。咁啊所以另外咧就阿近藤利一啦，之前就喺阪大阪杯嗰隻紅谷大志就贏咗啦。咁佢今次亦都派咗隻黃金旅程嘅女啊，叫做 Admire Lead 啊，咁就排17檔啊。咁就係呢個藤岡佑介騎嘅。咁啊聽日至於嗰場賽事係咪順利跑出咧？咁我哋咧就下個禮拜咧就攞翻條片大家俾大家睇啦。今個禮拜跑完櫻花賞之後咧，其實日本嗰啲G1都開始㗎啦。嗱，跟住之後嗰個禮拜就係2000堅尼高月賞啦。跟住就跟住再隔多個禮拜就係成個5月都係跑G1㗎啦。冇錯，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哋睇完呢個之後，就上個禮拜我哋講啊，跑完呢個大阪杯啦。咁因為就有2隻都話會嚟啦，一隻往日青天，一隻新紀錄。不如我哋睇下條片先。好啊，大阪杯嗰條片。係啊，應承過今日俾翻大家睇啦。我哋去片啦。唔係，我哋去片先，係啦呢場嗱，因為咧其實咧贏嗰隻咧就係嗰隻就係第9檔嗰隻紅谷大志啊。佢其實咧都係近藤先生嗰件衫，不過咧佢係佢太太嘅，佢太太嘅呢隻馬係啦。冇錯。咁啊，而家放頭嗰隻就係嗰隻演歌王啊，往日青天咧就留喺內欄，都留喺第6位嗰度。出邊嗰隻就係嗰隻 Touching Speech 啦，嗰隻係啦，嗰隻嗱放頭嗰隻就係演歌王，嗰隻北部園區啊，係啦。咁啊冇風騎嘅。咁另外呢場有份跑嘅，咁另外亦都有實帶嗰隻明味道啦，亦都有日本杯嘅季軍冠軍啦，雙藍魔平啦，呢場冠軍係啦，日本杯冠軍呢場嘅季軍，冇錯，係啦，應該咁講係啦。咁你而家一路睇出嚟咧，出咗隻北部園區就走得早順啦，咁隻紅谷大志一路啄住喺後邊，咁紅谷大志就係阿橫山典宏嘅坐騎啦。咁跟住3號嗰隻咧就係新紀錄啦，咁呢隻新紀錄咧呢次咧就係俾翻岩田康誠嘅，咁新紀錄對出咧就係隻明味島，再外邊咧就係隻雙藍魔平，2號嗰隻咧就係佢實咗後邊隻講嘅青天道滿來嘅坐騎。咁跟住之後嗰啲馬咧一路都係跟住咧，都其實呢場嗰啲步速都唔係話太快嘅啫。你睇到頭嗰1000米咧都係1分01個1嘅，就都
算係叫做慢步速㗎啦。咁但係咧嗱，你睇到隻北部園區咧，其實越放講真啦，佢舊年係贏3000米㗎嘛。咁你跑2000啊，梗係好，梗係呢隻馬都算好嘢喎。佢1800春季錦標，即係嗰場高月賞預賽，佢贏過。3000米佢又贏得幾全才嘅一隻馬嘅，跟住喺有馬紀念佢都可以跑翻個位置3，所以佢好全才啊呢隻馬。嗱咁而家差唔多轉到入直路啦，其實就係北部園區都一度都係領先住，咁啊紅谷大捷一路都啄住後邊啦。嗱雙藍魔平就已經開始喐手啦，咁但係咧你睇翻隻朗日青天就俾隻新紀錄啊，同埋困住咧就一路都冇位上啊。咁而家好啲啊！而家睇到好似有絲位上，但係都已經落後得比較遠啲啦。咁你見到隻紅谷大捷就一路打上嚟就逼到隻北部園區啦。咁隻雙藍魔平亦都跟住湧上嚟啦，咁就最後咧就呢隻紅谷大捷就終點前就壓過隻北部園區就第一啦，第二就紅谷呢個北部園區，第三咧就係日本杯嘅冠軍啦，雙藍魔平，而朗日青天咧就跑過第4。不如等我講兩句先啦。嗱，紅谷大捷今年就好 fit 啦，隻馬大熟大勇啊，相信呢一隻馬都會主宰住今年日本嗰個即係嗰個古典賽嗰中距離啦，中距離嗰個戰線啦。北部園區咁，我估下一場應該都係跑天王春㗎啦，跑天王春啦。冇錯。咁樣就呢隻馬其實都幾全才啊！嗱，朗日青天啦，雖然呢一場係熱身啦，其實略為有啲失望嘅，因為其實你最後都唔係冇位出啦，見到出嚟嗰下一爆落去嗰下咧，好似爭啲，希望跑完呢場之後會再好啲。嗱，始終嚟講啦，因為呢隻朗日青天咧，佢就即係叫做跑完有馬紀念之後嘅第一鋪出啦。咁呢隻馬你睇翻，如果大家有喺網上睇翻佢行圈嘅情況咧，呢隻馬其實咧。你睇翻佢嗰個就首先咧睇翻佢個磅位啦，就比佢跑有馬紀念嘅時候咧就重咗4公斤啦。咁第二樣嘢，你喺臨場行圈呢隻馬係仲有少少肥嘅。咁你見到最後杜滿來即係喺嗰度韞住冇乜位出，其實佢一出咧，其實咧佢稍為比，其實佢都已經係收晒㗎啦。咁佢即係都唔想話過分用喺呢一場裡面咧就逼得隻馬逼得太緊要。佢即係始終個目標都係跑女王杯，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就失唔失望咧，我就覺得就個餘勢就爭啲，因為佢已經係收晒㗎，佢已經係收晒，所以佢唔會有餘勢嘅。所以變咗咧，佢而家佢而家咁樣跑咧就叫做即係叫做撻咗一鋪啦。咁啊，希望就好啲啦，希望好啲。因為始終個身都仲係好肥，係啊，都仲係肥咗，咁同埋就話撻咗呢一鋪，個隻馬個狀態應該會提升咗，跟住應該下個禮拜開始咧，嗰啲女王杯嘅馬咧就應該陸續嚟香港咧，就到時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就真係留意下呢隻馬嗰個情況咧，咁就應該咧就會慢慢跑完呢場係會好啲嘅。咁至於咧嗱，隻雙藍魔平咧嗱，你睇翻佢咧嗱，跟住嗱嚟緊，我唔知佢會唔會跑呢個。已經確實咗啦，跑呢個維多利亞1里賽。係啦，跑維多利亞1里賽，維多利亞跑即係跑縮翻去跑1600啦。咁始終呢隻馬咧嗱，你跑完呢一場，你見到佢咧又係同樣咧，又係嗰個加速力咧都唔係話太足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隻馬咧要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話呢隻馬喺距離上一次跑日本杯嘅時候咧係重咗14公斤，即係差唔多重咗30磅嘅。咁所以你見到佢最後嗰幾步咧就立腳咗少少咧，就可能係即係同隻馬有啲肥態有啲關係。咁亦都係同樣啦，即係跑咗呢一場之後咧，就應該咧就會比較好啲。咁同樣亦都比較失望啲嗰隻，反而我覺得比較失望啲嗰隻就係隻新紀錄。但係你睇翻轉頭呢隻馬，佢一路喺個內欄度咧係冇乜點樣用過嘅。咁所以就睇翻佢而家都係距離輸頭馬都係唔夠4個馬位。咁我覺得就亦都係啦，叫做省過呢一課之後咧，咁就隻馬亦都相對都會就對佢個狀態亦都有幫助啦。新紀錄就應該係 book 咗係會用武豐操刀嘅，其實揾翻武豐啊，係啊，揾武豐跑嘅。朗日青天我哋講咗啦，雷神啦，咁但係另外一隻冇喺呢場跑嗰隻李健皇冠咁，因為莫亞應該要跑嗰隻高地之母咧，咁啊暫時而家仲未知用邊個跑嘅。嗱都係咁講啦，有可能即係有機會啦，即係之前我都上一集應該都同大家提過下，就係話呢一隻李健皇冠咧。咁喺3歲嘅時候咧，就一路都係阿李慕華執韁，咁亦都贏過離生上，亦都打比跑過第3。咁但係今年咧就因為嗰日咧就佢又要騎另外一隻李健係嘅馬，咁就所以嗰個京都紀念咧就俾咗阿杜滿來跑而贏咗嘅。咁所以咧我估計啦即係呢個咧就或者等下我去查探一下咧，就盡快話俾大家聽。咁但係我估計咧就有機會咧都係不出於杜滿來
或者李慕華噶啦，唔會就唔會係爭咁遠噶啦。好啦，咁啊大阪杯我哋講到呢度啦，咁啊即係亦都睇下啦，之後咧喺呢個春季天皇賞啊，或者之後嘅一級賽咧，呢啲馬嘅表現係點樣，同埋即係呢兩匹朗日青天同新紀錄，下個禮拜嚟到香港之後。即係嗰個進度係點樣咧？咁我哋咧即係咧，我會喺節目度咧就會再同大家交代。咁啊，跟住落嚟啦，嗱，其實上個星期咧，咁就喺馬會咧就其實就已經公布咗咧，即係5月1號就嗰兩場國際賽事嘅正選馬名單咧，分別係嗰場冠軍一哩賽啦，咁就同埋就嗰個主席獎啦。咁其實主席獎我哋之前都講咗好多㗎啦，即係起碼都有一對就係上多湖啊，同埋呢個緩衝之計咧就已經即係 book 定嚟講啦。咁我哋或者去第一張相就講嗰啲正選馬名單先嗱。嗱，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冠軍一哩賽嗰個正選名單啦。咁大家睇到啦，即係我想交代啦，外國馬方面咧就有4匹嘅，對唔住啊。咁就分別咧就係即係日本馬王滿樂時啦，就掛頭牌咧121分國際評分啦。咁跟住咧就係兩匹高多分嘅馬，一匹就係呢個小河灣灣啊，澳洲John O'Shea奧斯馬房嘅。呢隻馬輸過俾軍哥嘅。係啦，冇錯啦。咁另一匹咧就係嗰匹安全檢查啊，講咗好多次㗎啦。跑完嗰場十標馬，連杜拜世界盃嘅賽日佢都唔跑，就等嚟呢一場。係啦，咁呢個就阿柏賓訓練㗎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匹咧，嗱呢匹就唔知佢會唔會最後嚟啊？因為今日佢就跑咗嘅。咁就係嗰隻土風舞啊，尾綁底嗰隻，即係尾嗰隻馬女啊，122磅115分嗰隻白景敦嗰隻土風舞。咁啊今日佢就跑咗嗰個應該係草上女王錦標，即係草上女王錦標啦，即係亦都係啦。咁啊跑完呢場之後咧，咁就暫時就未知佢會唔會咧就成行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呢場賽事咧，佢哋就馬會方面咧就未有冇公佈到個後備名單嘅。咁所以可能咧就唔知會補翻一隻啊。如果真係唔嚟跑，會唔會得翻13隻馬匹，定還是喺點度揾一隻馬出嚟跑咧？咁啊呢個就唔知啦。咁我哋咁至於本地馬，我想再講多少少啫。嗱，本地馬方面咧，嗱咁就詠彩繽紛啦，咁就贏咗嗰個女王銀禧紀念杯啦，咁就119分咁就嚟啦。另外就董事杯嘅盟主大印銀紙啦，咁另外咧就兩隻美麗馬啦，美麗之星、美麗大師啦，咁啊亦都係啦。咁啊另外咧就喺杜拜世界盃即係跑到包尾翻嚟嗰隻準備就緒，佢就有份出賽。咁但係咧嗱呢隻馬咧喺杜拜嘅時候咧，即係賽後就驗到佢咧，即係氣管有血同埋有好多沙。咁究竟佢夠唔夠時間可以恢復到能夠即係如實出賽咧？咁呢個就未知之數。咁但係佢而家就即係叫做擺咗個位喺度啦。咁剩低嗰啲咧就好似譬如話駿馬名區啊、誰可拼啊、天才啊、有德威，甚至乎話包裝奔馳咧。其實嗰啲之前亦都大家都睇過佢亮相過。咁即係比較近績比較好啲就係即係天才啦，或者駿馬名區就亦都有贏馬啦。咁即係有德威咧，咁就喺呢個經典一哩同埋呢個經典杯都跑入個位置啦，第3啦。咁至於包裝奔馳啦，嗱之前大家睇嗰場短途錦標咧，咁佢就即係跑個第3翻嚟，就輸俾華欣庭同埋幸運如意嘅。咁我就有啲即係唔知阿姚本輝係咪諗住即係佢1,200可能真係太短，就諗住跑翻長啲。咁其實呢隻大家都知道係1,400馬，1,400比較準啲啦。咁你有啲咩補充啊？嗱啲外隊馬講先啦，呢隻首先講下隻小河灣灣啦。佢嚟去澳洲之前咧，其實咧就跑過嗰場喺15年嘅14年嘅大不列顛錦標亞軍嚟嘅，嗰年嘅冠軍就係軍哥，第4就係旅遊首席。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呢隻小河灣灣咧跑完嗰場大不列顛錦標之後咧，就贏咗2場2級賽喺英國。咁所以跟住油王就攞咗嗰隻馬過去澳洲嗰邊跑啦。所以就係本身就講翻就係呢隻小河灣灣咧。贏完嗰2場，所以就嗰陣講翻話點解我哋成日講或者軍哥點解咁犀利，就係因為呢隻小河灣灣今次就咁樣嚟咗啦。另外就講嗰隻安全檢查咧，本身就係跑響杜拜跑完嗰場2級賽嗰場十標馬之後咧，就連杜拜世界盃嗰個主賽日佢都放棄咗，就等嚟呢一場，因為佢哋覺得呢一隻安全檢查咧1800驗長1400驗短。啱啱好1600最好，咁就所以就決定嚟跑呢場。另外我想提一提隻大印銀紙同埋隻大運財，我都陣間都要講，因為其實就有啲特別嘅嗰個部署上面，因為佢哋係第一階段報名係
冇佢哋個名喺度嘅。後來俾錢，後來寧願俾錢先至去跑嘅，因為根據其實就係話有啲都聽翻啲人講嘅，本身其實大印銀紙同大運財砌完個上半季其實都好攰嗰隻馬，咁跟住就其實就俾隻馬唞過嚟，咁跟住咧就咦試下課集兩隻馬都 OK 咁先攞出嚟跑，咁但係咧阿潘生其實有一個情意結嘅，可以同大家講下，佢有一個叫做皇家亞士谷情意結。點解咁講咧？大家都知啦，潘生佢即係佢其實都係我一個都雖然佢係強國人啦，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其實一來呢個人其實都係屬於老香港的強國人啦。二來佢對嗰個賽馬事業嗰個投資真係佢係好用心做。例如佢買咗靈西牧場嗰個原址，而家叫高登farm啦。咁咧佢咧就有個叫做皇家亞士谷情意結，因為上年咧佢其中一間子公司啊。就贊助咗嗰個皇家亞士谷嗰個賽日，其中有一場馬咧，甚至係佢哋嗰間公司嘅人落去頒獎嘅。係。咁所以咧，佢係有個皇家亞士谷情意嘅，所以大家見到咧，佢跟住之後係唞，會唔會即係話呢一場攞嚟撻一撻？第3年佢會唔會就係今年想帶嗰兩隻即係始終大運財都最後階段啦，大印銀紙亦都今年亦都當紮當 fit， 會唔會想去諗下帶呢兩隻馬過去 Royal Ascot， 希望自己有個 Royal Ascot 情意結，希望可以喺嗰度爭標啊！咁至於點樣啊？梗係跑完呢兩場先至決定到啦。咁或者我哋去下一張相啦，因為跟住都要講埋主席獎嗰個正選馬名單啦。咁頭先我都提過啦，咁就。上多湖啦，就當然啦，就新勝呢個史密夫錦標就嗰個盛名而嚟啦。咁佢都係掛頭牌啦，國際評分亦都去到121分。其實咧，如果大家睇翻嗰個世界評分嗰個表咧，其實咧上多湖已經係屬於全世界最嗰個短途馬嗰個分數之中係最高嗰一匹嚟㗎啦，已經係啊。咁跟住啦，就緩衝之計啦，頭先你都提過啦。咁就另外咧。就有匹美國之前嚟過跑短途錦標跑第五嗰匹啦，蒙古週末啦。咁頭先都講過，之前我都提過啦，就係話佢就連呢個阿喬斯錦標都唔跑，咁就將個矛頭就轉咗落嚟呢一場主席獎。香港老禮啊嘛，係啦，香港老禮啊嘛。咁同埋佢亦都跑過一場千二嘅經驗咧，咁可能即係嗰個練馬師啦，阿伊內拔殊咧就覺得即係嗰個把握大啲，咁同埋對手佢以為冇咁強啦嚇。咁所以咧就呢3匹就係外國代表啦。咁至於就本地馬方面咧，四大天王都係4大天王啦。呢個有型格、大運財、幸福指數。甚至乎隻新力風就勉強佢叫4大天王啦。咁呢4匹馬咧就都掛咗頭牌。頭先啦啦你都提咗啦，大運財咧都係最次階段嘅時候咧就俾10萬蚊報名費咧就攞到個正選位置。佢想去跑金禧錦標。係啦，咁所以佢就話撻啦。咁至於有型格。咁就之前就諗住去跑呢個高松宮啦，點知就搞長沙，咁就翻咗嚟。咁而家咧都仲未見佢走出嚟嘅。咁究竟佢到時係夠唔夠狀態去跑咧？咁呢個就到時再講啦。咁至於你話下邊嗰啲馬啦，咁就即係啦，我哋新世代啦，嗱啱新勝嗰個短途錦標嗰隻幸運如意啦，跑第2嗰隻華欣庭啦，咁亦都有份跑㗎。但係有一隻就值得注意。值得一提咧，就係嗰隻奧斯卡啊！咁呢隻奧斯卡咧就即係咧完全就避晒嗰啲即係嗰啲經典啦。咁最後啦，佢又賀年杯又贏埋啦。咁跟住咧，而家咧佢就重新做個功夫，隻馬有晒新鮮感。咁就走嚟報呢一場短主席獎，咁咧我覺得呢一隻咧就有啲計嘅。咁就咁嘅，因為奧斯卡咧嗰陣咧跑咧喺228補選嗰一日啊，跑嗰個女王銀禧紀念杯，就因為隻腳就有啲事就退出咗，但係其實唔係唞咗好耐嘅，其實佢7日其實就翻嚟嘅，就出翻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咧嗰個狀態咧，我覺得同埋。琴日佢試咗課集同嗰隻美麗王牌走去試撳住上嚟，其實係好輕鬆嘅。冇錯啊！蔡約翰咧用新鮮感嚟跑呢啲大賽咧，就已經
唔係未見過㗎啦，精彩日子久休復出就香港一哩錦標就攞到手戰利品啦，久休復出董事杯亞軍，甚至乎你講緊首飾太陽都係㗎。嗱，咁仲再提翻呢啲其他嘅馬啦，包括就係隻一寶啦，咁啊積多福啦，積多福就啱啱去完杜拜翻嚟啦。咁另外就兩匹比較低分啲嘅咧，就係隻兵威鎮同埋隻龍城勇將啦。嗱，咁而家值得有一個值得談論嘅地方咧，就係話究竟雷神會騎幸福指數啊，定係騎奧斯卡咧？叫佢騎幸福指數啦。嗱，咁呢個咧，咁呢樣嘢咧，就即係我聽到啲小道消息咧，就話咧佢有機會咧係騎奧斯卡嘅。咁啊，呢個真係唔知啦。但係呢個真係小道消息，嗰啲即係頭啲喺啲食花生嘅平台嗰度睇翻嚟嘅。咁可以翻嚟先啦。尤達師兄啊，我啊想佢跑幸福指數啊，幫我隻奧斯卡可以分多幾蚊啊嘛。咁即係咁講係啦。咁啊點都好啦。嗱，咁啊即係呢兩場咧就正選馬就咁樣。但係咧另外我想再講多少少咧，就係咧關於隻上多湖嘅。因為咧其實上多湖咧就不如一路睇片一路講啊。湯美史密夫錦標。嗱，咁我哋未講之前咧，咁我哋就講翻啦，就因為今次呢個澳洲嘅冠軍系列賽咧，咁其實就今日就叫做完結啦。咁第一個上個星期咧就喺就個焦點咧就喺兩隻馬身上啦。第一隻就上多湖啦，我哋一路去片，我哋不如我哋先播一播 TJ 嗰場湯美史密夫錦標，係湯美史密夫錦標。係啦，咁而家呢一場就係嗰場。呢場唔係呢場係唐卡士打。係啦，呢場先係啊。嗱咁我哋就睇翻隻上多湖就喺尾嗰度嚟，但係我想提一提少少嘢，大家睇呢條片嘅時候咧，今日講少少啦，因為咧呢隻上多湖其實咧就喺爭呢一個世界短途錦標系列賽咧，其實佢係有條件喎，因為佢贏呢一場史密夫錦標之前咧，佢就已經喺費明頓贏咗嗰場閃電錦標，嗰場係分站賽嚟嘅。咁變咗咧，如果佢而家嚟到香港再攞埋呢場，即係贏到呢場嘅主席獎咧，咁佢就有得選擇啦，又可以去英國，又可以去日本。咁啊，跟住嗱，而家睇翻呢一場咧，嗱，而家最外邊。貝湯美擁緊嗰隻咧就係上多湖啦。嗱，而家300米咧仲未見，仲係落後緊成4-5個馬位。但係呢一度咧一撻咧就最外咧就一冚上嚟，記得出好強嘅反應咧，就過晒入邊嗰啲英利殊啊嗰啲馬咧，就贏成2個幾馬位咧，就贏咗呢場湯美史密夫錦標啦。可以翻嚟啦，係。嗱，咁你睇下啦，嗱呢一場馬佢咁嘅姿態贏。即係如果大家睇跑1200米咁樣贏，咁我諗啊舊年嗰場咁樣嘅精英滿啊，咁就步有就真係可以做得到啦。咁啊，究竟呢一次佢可唔可以故技重施咧？咁啊要跑過先知。但係咧就有2樣嘢咧，就想帶出俾大家知道嘅。第一咧就係咧呢隻上多湖咧喺以往喺澳洲近期贏嘅賽車咧，都係喺啲變化場地裏面贏嘅。咁硬轟轟快地咧，佢就未試過。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咁做？咁同埋就係話呢一場馬咧，亦都叫做因為有呢啲咁樣嘅強手喺度咧，就俾你哋知道咧，就係佢啊係可以咧乘住呢個香港馬各有缺點之下咧，就可以偷雞。嗱，我自己覺得啊，4大天王應該唔夠佢跑嘅。係啊，如果你問我㗎，我就係。我哋寄望喺啲年青人身上邊啦，即係我哋就而家唯有就係即係幸運如意啊！甚至我睇完我好中意嗰隻奧斯卡，就將啲寄望我哋都係擺喺啲年青人身上邊啦。係啦，咁另外一個焦點咧，上個禮拜嘅另外一個焦點咧，就係嗰場唐卡士打一哩賽啦。我哋去下一條片睇下隻雲絲仙子點樣9連勝。係啦。其實布文都比較貪心嘅。嗱，其實布文咧呢場賽事咧，佢都我想講少少嘢先。華禮納其實係好貪心嘅呢個部署，因為呢一場唐加士打一哩賽咧係跑讓磅嘅。咁佢咧就諗住咧就想最後就食晒2場，即係食完呢場，跟住再食埋嗰場伊麗莎白女王伊麗莎白2世咁樣，諗住隻加官進爵就食得落，咁要揾雲絲仙子，我咩重磅都贏，結果最後就食咗一半就食唔到嗰場。咁嗰隻加官進爵我哋陣間再講啦。嗱，你睇翻呢隻雲絲仙子，其實之前咧喺佢輸咗俾隻快如疾風啊，即係舊年嘅橡樹澳洲橡樹之後咧，佢就連呢場之前係連贏8場，掃晒嗰啲咩國士盾啊、葉心養賽啊、洛頓錦標啊、佐治萊德錦標、斬瓜切賽係咁贏。咁你到呢一場嗱，你見到隻雲絲仙子咧，就喺
喺正中間白帽下面白帽嗰 part 啦，而家開始轉入直路咧，都仲未嗱，而家開始見到少少佢噶啦。咁而家去到呢一度咧，佢就都仲係喺中間嘅位置咧。其實佢都好好整以下，因為呢一場馬其實佢雖然話係弱，其實佢都雖然話叫做綁頂啦，但係佢都係孭緊125磅，亦都因為有黐馬，亦都有綁樣啦。嗱，而家你見到佢入到直路咧，即係阿布文咧仲未喐手嘅，而家喺呢一度都仲係喺度撳住，慢慢等位就走出嚟啦。嗱，而家入到直路啦，咁你見到啦，開始咧就立行揸，即係擺定架、擺定旁軚咧就衝晒上嚟。而家咧就走得個位走得好咧，開始衝上嚟啦。咁就過晒嗰隻，咦？呢場係唐家士大一里嚟嘅，唔係喎？呢場搞錯咗，呢場係嗰場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錦標嚟嘅。哦，唔好意思，翻返嚟先。嗱，咁頭先嗰場咧就係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啦，唔好意思先啊，因為嗰個片嗰度搞錯咗。咁講翻嗰場嘅唐家士打一哩賽咧，就係嗰個布文就好整以一衝上嚟啦，咁就締造咗9連勝，咁就攞到呢場賽事啦。咁就啱你睇到嗰場嘅女王伊麗莎白錦標咧，咁就即係我都要補充少少咧，就係第一啦，就係嗰隻天涯歌女咧，咁就終於咧就叫做即係證明咗佢自己即係有1級賽嘅實力啦。其實呢隻馬喺跑完香港杯跑咗個第5之後咧，咁佢之後就喺嗰個蘭威sorry 啊，我揾翻嗰頁紙出嚟先。咁就喺翻嗰個蘭威唔係喺翻嗰個古摩亞經典大賽啊，古摩亞經典大賽玫瑰崗嗰場咧，就好輕鬆咁跑過第4翻嚟，咁就但係隻馬咧就好輕鬆嘅啫。咁跟住之後咧就即刻換翻由杜朗換翻岳禮華，全程就守到喺最後入到直路，一望空一衝過晒，反而咧嗰隻臨場嗰隻兩隻焦點，一隻美國聯邦咧，亦都已經係跑到啱晒之後咧，都最後都嗰隻加官進爵都過唔到加官進爵，我就唔講啦，因為其實嗰場馬就有啲意外，有啲意外啦。咁同埋其實模範區咧一路貼住欄走背湯尾咧，都騎得都比較係有啲即係中間嗰個攞位咧，就唔係話咁清脆啊，同埋唔知佢個意圖想點。到最後直路咧，隻馬都冇位走之下咧，跟住最後咧就驗到不良於行。最後就真係退役啦。呢一場有啲少少嘅補充啊。呢場本來咧有隻日本馬東瀛明星啊會跑，咁而家咧就一流鼻血啦咁樣，但係最後咧就冇翻到日本嘅，就賣咗俾人嘅，賣咗一半就俾澳洲嘅團體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個目標就準備10月跑國士盾，就賣咗一半。咁其實而家咧就準備一樣嘢，其實就開始日本嗰啲種馬，尤其是 Deep Impact 嗰一啲種馬咧，就開始想落去澳洲睇下，再試多一次睇下得唔得啦。係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真係過晒鐘啦。頭先嗰條片播錯咗就唔好意思啊，我哋或者遲啲有機會咧，我哋就揾翻嗰場唐家士打一哩賽咧，就俾翻大家睇。咁啊，今次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希望大家聽日咧就能夠贏多啲。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8點半咧喺馬場 USB 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